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日强勇的老大家来练习合拍舞蹈。接下来，我哋要学习一个新的动作。强勇之前的课程有学过，不过我哋要站好一摆，准备咯，我往旁边转一圈，1、2、3、4，往一片上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的简单，站落一度哦。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往片上，1、2、3、4，看清楚哦。4的时候呢，人家的脚会并起来，1、2、3、4，并起来，往片上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再来一度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往片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然后手要拿起来，一直伸直，一直弯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往片上，5、6、7、8，再来一度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有好不忙？再来一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一个动作咧，人家就会身体会有一系列斜斜的，故手人家就假使讲，人家就转压片上，身体就有一点点倾斜，一点点倾斜，人家就会摸住会看压片上，再转的过去。准备咯，预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往片上，5、6、7、8，再来一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往片，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人家就转体之後，人家就要往前走，1、2、3、4的时候，腳抬起来，4，後退，5、6、7、8，再來一度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來一遍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加快的时候呢，脚趾头要抬起来，大腿胸用要抬起来，按你这样有运动的好效果哦。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遍哦，加快速度，预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人家都要从体脚动作接过来，准备。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来一遍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1、2、3、4的时候，人家得往前走，往前走，轻轻的跳起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遍哦，预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人家都要从体脚动作捞起的开始，预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我注意一个部分，后退的时候呢，5、6、7、8的时候，唔要往上，黑肚是往内收一下下，看清楚哦。人家就从旁边来看，收的时候唔要往上跳，系往后面跳，看清楚嘛？再来一遍哦，往后，往后。鼓手，人家都来练习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往后8，对，再来一次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
5、6，往后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次哦，准备，俺要得从第一只动作开始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往后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往后，非常好。上一摆的课程，俺也都没有学习新的动作，接下来俺也都来复习一下上一摆的动作，准备咯，慢慢的来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根本嘅咧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往前，4、2、3、4、5、6，往后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共用慢慢来复习咯。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俺也得爱卡脚调的，准备咯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聽到冇？再來一擺哦，準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俺也得調整一下呼吸，接下來俺也得愛繼續來配音樂來試看嘛。準備咯，5、6，開始。往前，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準備咯，5、6，開始。往後，非常好，調整呼吸，再一擺哦，準備，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大家就可以重複練習，將會聽得到音樂，準備咯。聽後一擺，準備，預備，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大家調整一下呼吸。今日俺哋嘅舞蹈就到鴉片，什麼大家按姿勢。